最近咧睇咗一啲廣告咧就好變態，佢咧就教你財務自由啦，然之後叫你咩啊？叫你唔好返工啊，叫你辭咗份工啊！我話俾你聽，聽呢啲廣告真係黐線，幾時都係啊！你創業必須要咩啊？騎牛揾馬先係王道啊嘛！上次咧，如果有睇我啲片咧嚇，嗰啲吃喝玩樂嗰啲片咧，我有兩個朋友，佢正就係一啲輕企業、輕創業，反而咧佢係揾緊7位數一年。何謂7位數一年啊？喂，唔係生意喎，係盈利落袋嘅7位數。首先你要搞清楚咧，如果你要咧搞輕企業咧，你必須要咧先係要認清自己嘅身份。而個身份就係話你係專注做呢個服務嘅核心，主要係對客嘅。我有個朋友咧，佢做雲石生意，咁佢係冇廠嘅，冇請人嘅，乜都冇，淨係愛嚟接單嘅啫。所以咧，你做輕企業咧，你只係需要咧係控制品質、控制生產、控制運輸，咁而你所有嘅服務都係外判嘅，你只需要一部手機、一個公司銀行戶口咧，基本上你就已經開始。咁我仲有另外一個朋友咧，佢係做啲 social media 嘅 retainer， 咁咧佢咧就本身咧佢係喺 marketing 公司做開，然之後跳咗出嚟，咧佢已經有一紮客噶啦，而呢一紮客咧就跟咗佢走喎，咁亦都俾一啲 retainer 佢，由8000到2萬不等。咁咧佢又租咗個 business centre 啦，有個 meeting room 啦，咁有時去見客啦，咁成本都好低，但係佢都係揾緊7位數。好啦，如果你想搞呢輕企業，究竟點樣部署咧？第一樣嘢就係騎牛揾馬，你就唔好辭咗份工，因為咧我哋有一個叫準備同埋驗證期嘅，大概係6至12個月。當你知道我其實本身係做開 marketing 嘅，咁我咪做一啲 marketing service 嘅嘢咯。本身我賣實體嘢嘅，而有一紮客嘅，例如雲石啦，咁我咪做呢啲專業服務咯。咁你就去行動啦。而你係騎牛揾馬，當然我做老細嘅就唔希望我嘅同事騎牛揾馬啦。但係你要知道一樣嘢，你必須要堅持將非核心嘅工作外判俾 freelancer。咁你可以用好多坊間嘅平台，然之後就交啲工作俾佢哋，其實都係好方便。咁而家 AI 更加方便添啦，係咪？你要知道自己嘅定位啦，你就係對客。你就係要傾生意、跑關係、做推廣，呢一個就係你重中之重嘅工作。好啦，去到之後個階段啦，就係全職嘅躍升期。如果你嘅副業嘅收入已經大過你正職嘅收入咧，咁你就可以考慮辭工啦。咁你先然之後咧正式擴張。咁如果你有需要嘅，咪租一個細嘅地方咯。最好就係 business centre 啦，咁可以見客啊，亦都好 decent 啊，係咪？當你實踐到呢個地步咧，你嘅公司已經開始係公司化。你就可以慢慢去請人啦，然之後將銷售工作咧交俾人做啦。咁但係咧，所有嘅大客咧，你都係自己孭翻。嗱，呢一種咧就開始由輕企業到中小型企業啦。記住一點咧，就係話而家香港經濟唔好大裁員反而咧其實係釋出好多大量嘅專業服務嘅需求。而如果你已經持有一間輕企業，呢啲經濟行咧對你嘅影響咧係好有限。因為你就係無重一身輕嘛，我真係睇好多大嘅公司反而執，細嘅公司依然係做得到。所以我而家呢一套咧就係話俾你聽，輕企業先係王道。到你真係呢間輕企業已經營運咗2-3年，已經有 audit report，更加係可以咧去問銀行借錢。而家有政府擔保啊嘛，你將嗰個錢咧並唔係話我發大反而咧你就用適當嘅財商去錢揾錢。重中之重咧就係咧必須要做你認識嘅領域，就唔好走入去一個陌生嘅領域。而你嘅優勢就係你嘅經驗，經驗係最重要。而你如果係一個銷售咧，你嘅成功嘅機率咧就更大，因為你本身已經係對客，而你本身可能你手上已經有一紮客。而最後記住，如果你有合夥人，必須要簽 agreement， 每一次開會都要簽 board minute。你嘅服務提供商必須要有 service agreement， 所有嘢都係列清列楚嘅。唔好慳呢啲時間，尤其 AI 年代，你要出份 agreement 好簡單。如果你想慳律師費，你咪揾 AI 去做律師咯，用 AI 去出份 agreement 咯。同埋記住。第二樣必須要避免資金鏈斷裂，你所有嘅服務都必須要收訂金，同時間時刻都要有3至6個月嘅開支。咁如果你 one man band 嘅就唔使話有啲咩特別開支嘅，3至6個月你起碼唔死得先啦，係咪？好啦，第3樣嘢，你外判嘅品質必須要做好，你一定要做好嘅就係服務，你要做好點樣同客嘅關係，呢一樣嘢好緊要。第4就係唔好將個人同埋公司嘅財務混淆，嚴格咁樣分開你嘅個人同埋公司戶口。第5樣嘢都好緊要，就係咧你唔好話做呢又做路，你係做嗰樣就做嗰樣唔好見到咦嗰樣好似幾好做喎，就唔好咁樣你就專注做嗰一樣。同埋緊記唔好貿然咧辭咗份工，真係唔好，一定要騎牛揾馬。嚟緊我會有一啲課堂係專講咧 AI 輕企業嘅，希望到時見到你。